起。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太鲁阁族抗日战争纪念碑的现场。我现在要介绍我的计划，叫做原地证明太鲁阁族山川地名盘点地图制作暨都永部落家族系谱调查与旧部落访查。太鲁阁族大概在300-400年从南投县的德鲁湾那边迁移到花莲东部一带，直到1914年的时候，左九间卓马泰总督率领3万大军，兵分4路的包围太鲁阁族，然后太鲁阁族终究不敌日方先进的武器跟人数的优势，最后被迫屈服。1930年雾社事件爆发，日方为了妥善地管理人居于山地部落的山地原住民族，将原本居住在内太鲁阁的太鲁阁族全数的迁移到花莲北部山区的山路一带，以让他们方便管理。1945年，日本战败，同盟军将台湾托管给中国的蒋介石政府，而后太鲁阁族进入另一次的文化散失的历程。1986年，太鲁阁国家公园成立。国家公园法限制太鲁阁族人于传统领域内实践传统文化，亦将大中国的思维置入太鲁阁的各个地名里面，让当代的太鲁阁族人忘记了与文化传统领域土地空间内的连结，也造成了现在的青年对于太鲁阁族先祖的文化与传统领域内的实践渐渐的陌生与冷感。因此，太鲁阁国家公园虽然享负着国际知名的自然景观，但是却背负着文化坟场的包袱。本案完成后，将会于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前广场办理一个太鲁阁族山川地名的宣示的记者会。我们将会要求人民台、地方新闻跟一些公民媒体一起来采访。我们会展示我们的部落地图跟大型的太鲁阁族的山川地名传统名称，以及我们的整个计划的成果册，借此让主流社会与我们族群内部能够看见我们太鲁阁族争取民族主体性跟民族自主权的欲望。